来继续来看台南市安南区的国安街有2户人家做伙翻厝整建。这个市府核发只会当起3层楼，但是2个厝主共起到5层楼，后壁阁来打违章的铁皮。工务局要求停工，厝主无咧插配继续起。市政府怎用建筑法移送法办？2个厝主拢互判刑，违建的部分嘛爱拆掉。 2栋相连的透天厝拢是近期才单翻修整建的，因拢是1楼到5楼，只是2栋厝拢是违章建筑，因为市府核发只当起到3楼，加起施工期间，工务单位2处派人来了解，嘛公告要求停工。他们又不停，所以我们又在同年的10月22号，依照建筑法93条移送地检署，请地检署侦办。 厝主毋管工务局公告，2个人因此被因违法移送法办。法院审理后判2名厝主3个月甲2个月有期徒刑，而且违建的部分要强制拆除。讲我去叫我就爱去下面讲啊，爱甲检讨，甲爱规警署去甲用心的啊，就无就要我看好看，要阮起袂起来。 厝主表示反血时，厝边讲嘛爱帮忙整修，伊认为要求伤过分，坚持无答应，才被报复检举。建筑成本系对，要甲15万啊！因为伊要咱赔几栋新的，咱较有法度去甲赔几栋新的。我甘愿互法院去裁决，无要安怎？这是开大钱整修厝，即马煞被判刑，得爱去拆厝，厝主无法度接受，但是嘛得爱面对现实，这整修的钱拢加开，真正是白了工。